10月10日，美國股市重演半年前的4月暴跌，道瓊斯工業指數跌 1.9%， 納斯達克指數跌 3.56%， 標普500指數跌 2.71%， 大型科技股全線下跌，特斯拉跌超 5%， 中概股亦受到波及。納斯達克中國金龍指數周五收跌 6.10%， 阿里巴巴跌 8.45%。與此同時，原油及加密貨幣亦遭受重挫，布倫特原油暴跌 4.8%， 逼近年內低點。比特幣日內一度暴跌超 13%， 一度失守11萬美元關口，最低報104920美元。以太幣一度暴跌逾 17%， 這是自今年4月初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拋售潮。消息面上，特朗普周五威脅將大幅提高關稅，以反制他國實施更嚴格的稀土出口管制措施。市場擔心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再度升溫，恐慌情緒喺市場蔓延，令市場情緒雪上加霜嘅係，隨住美國政府停擺並進入第10天，特朗普政府已開始對聯邦僱員實施大規模嘅永久性裁員，政治僵局疊加財政不定性，使得華爾街對未來的信心出現動搖。這一暴跌也戳破了之前一些盲目樂觀的情緒。